Hello， 大家好，我係珠海大鵬，咁歡迎收睇今期嘅珠海發展歷程啦。咁無論你係想投資、度假、養老，定係心大心細緊，應該買大灣區邊一個城市？唔好急住劃走，俾3分鐘時間我，可以幫你慳返更多嘅時間。咁之後呢，我都會逐個片區嘅樓盤呢，同大家去分析嘅。咁邊一個值得入手啦？邊一個值得觀望？又或者邊個可以等待嘅？咁一一同大家講清楚。大家可以先訂閱大鵬嘅頻道睇多啲，睇定啲，了解多一陣再去決定，就唔好話以後買到一啲踩坑嘅，又或者係買錯樓盤白白蝕錢。好，咁第一點呢，我哋珠海主要係分3大區嘅，香洲區、金灣區同埋一個斗門區。咁喺2012年嗰時候呢，係正式西拓嘅，即係話往西發展。所以嗰時候呢，珠海嘅政府呢，定咗一個金灣區嘅區府，就喺我哋湖心新城同埋金灣嘅立交處。係啦，咁2012年之前嘅話，珠海大道呢，仲係一條黃泥路嚟嘅。所以喺2012年7月之後呢，珠海大橋正式通車，雙向14車道。12年7月份之後，香洲區返我哋嘅西區呢一度嘅路程嘅話，係30分鐘左右就可以㗎喇。咁而家香洲區相對嚟講都係已經比較飽和㗎喇。咁目前拱北前山一帶嘅話嘅二手樓個價錢嘅話，大概喺2萬到3萬一平方左右。咁一手嘅話已經係極少㗎啦，一手基本上嘅都喺我哋嘅灣仔一帶。咁灣仔我哋而家都係叫琴號新城啦。咁灣仔一帶嘅話喺幾年前呢，就已經劃分咗為一個琴號新城㗎啦。咁佢而家目前嘅價錢呢，基本上話都係講緊3萬蚊左右一平方嘅均價。咁相對價錢係比較貴嘅。咁橫琴嘅話而家雖然係交俾咗澳門去管轄，但係嘅話，佢呢一塊地嘅話都係屬於香洲區嘅。橫琴喺2008年掛牌為一個自貿區，珠海嘅話係掛牌為一個特區。咁每年嘅會展或者係一啲會議習大主席嘅話，都會過嚟珠海2、3次，係啦。咁珠海嘅政治任務嘅話係做得好靚嘅。咁包括嘅話，佢一個城市樣貌都係非常之漂亮，係啦。所以點解咁多香港、澳門人士嘅話對生活樓盤有要求呢，都會定居喺呢一個珠海呢度呢。交通嘅話係第一點。咁第二個呢，就係城市樣貌嘅問題啦。咁成個珠海所有嘅版圖佈局係好清晰嘅，好似我哋香洲區嘅商業整體集中都係喺下灣嗰邊。咁橫琴嘅話，整體嘅版圖設計呢，就係旅遊加金融加商業同埋住宅。咁而西拓所有嘅版圖嘅話，係先去起呢一個基建，再去引資企業同埋一啲發展商過嚟嘅話起樓，係啦。咁所以成個珠海嘅城市樣貌嘅話，級數會比周邊嘅城市係靚好多嘅。咁珠海就係好似對標翻一個深圳啦，中山就好似對標翻我哋一個東莞啦。咁所以如果你選擇樓價平啲嘅，可以去了解下中山。咁對生活品質係有要求嘅街坊朋友呢，我建議你可以選擇翻珠海呢一邊嘅。咁橫琴自貿區住宅用地嘅話係只有8%，咁主要集中喺呢金融島同埋口岸服務區以及我哋嘅中央商務區嗰邊嘅。咁係澳門新街坊啦，咁係喺我哋嘅橫琴目前規模最大同埋一個配套係最成熟嘅居住社區，就係我哋小橫琴山南側係啦，天目河畔嗰邊。咁橫琴嘅話係有30%嘅基本上都係旅遊用地，就係我哋而家嘅長隆海洋王國。咁金融國際中心呢係佔咗20%嘅，咁所以旅遊商務商業佔咗係一大部分嘅板塊，咁得返嘅話係8%嘅一個住宅用地。咁第二點呢，就係一個產業嘅搬遷啦。咁係從我哋嘅金海大橋、紅鶴大橋同埋一個
香洲大橋嘅一個連接點開通之後呢，可以睇到珠海市政府對於西區嘅發展一個重要性。咁以金灣嘅立交為界啦，咁我哋嘅話係叫做珠海嘅中心點。咁喺我哋斗門有一個全國排名嘅第10嘅港口碼頭，就係高欄港嗰邊。全珠海嘅 GDP 嘅話，產值最高就係嗰邊嗰個地方啦，高欄港。咁每年嘅 GDP 嘅話，佢可以去到2000幾億，因為呢一個碼頭呢係叫做和記碼頭，係李嘉誠先生嘅。咁和記碼頭嘅話係有多個深水嘅泊位嘅，咁可以裝卸嘅話係10至20萬噸嘅一個貨嘅貨船。係啦，咁喺全中國嘅話，深水港係屬於第2梯隊，咁全國排名嘅話係第10左右嘅，係真正嘅實業嚟嘅。所以以前嘅珠海嘅 GPT 呢係好分散嘅，主要嘅話產業佈局嘅話就喺珠海嘅保稅區同埋橫琴，即係就喺我哋嘅橫琴隔離嘅。咁以前嘅保稅區呢係好多廠嘅，例如一啲嘅話係航空嘅零部件啦，同埋一啲電子同埋醫療器械製衣廠等，全部大廠同埋啲重工業嘅都係喺嗰晒度嘅。係啦，咁喺2010幾年嘅時候呢，珠海市政府全部叫佢哋搬遷到嗰個高欄港嗰邊一帶。係啦，咁喺2020年12月嗰時候呢，紅鶴大橋就通車啦。咁佢係連通港珠澳大橋嘅延長線嘅話，係直接可以去到高欄港嗰邊。咁其中係有一個落橋點呢，就喺我哋航空新城嗰度嘅。咁由我哋嘅項目走紅鶴大橋出發到嗰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呢，大概都係30分鐘，全程嘅話係唔塞車嘅。咁第二呢，就係金灣區，佢就係分為一個航空新城同埋機場嗰邊啦。咁機場附近嗰個東嘴呢個板塊呢，嗰個產業就係屬於有一啲嘅話，醫藥同埋製藥等等嘅，咁所以佢金灣嘅立交點左有斗門，又有航空新城，再加上嘅話就係前少少就係香洲區，咁所以呢一度為我哋嘅珠海嘅核心交通樞紐一個中心位。咁香海大橋開通後嘅話，佢連通嘅就係我哋香洲嘅主城區至我哋斗門，係啦。咁佢珠海大橋呢，香洲大橋同埋紅鶴大橋呢，金海大橋陸續通車啦。咁而西部最成功嘅一個新城區就係金灣嘅航空新城，亦都係我哋嘅一個西拓西部城區 B 片區嘅板塊。咁佢湖心新城嘅話係屬於 A 片區，咁 C 片區呢就係機場東嘴一個板塊。咁而家呢同大家講一下呢個 A 片區嘅湖心新城呢一個板塊啦。咁就有一條嘅話，佢香海大橋係接駁翻我哋香洲市區嘅。咁呢一條嘅話，香海大橋係2022年11月份嗰時候通車嘅。香海大橋通車係意味住從香洲區到斗門嘅距離時間縮短咗好多。咁而家我哋喺項目走呢個香海大橋嘅話，出發到香洲區大概係15至18分鐘，係啦，咁就可以到達呢一個香洲嘅前山位置。咁香海大橋未通車係需要繞行呢一個珠海大橋嘅，唔塞車嘅情況下嘅話係需要40分鐘左右。如果係塞車咧，會更長嘅時間。咁仲有一條咧，金海大橋喺2024年嗰時候咧2月份通車嘅。咁金海大橋嘅話係連通橫琴至機場呢一邊嘅，喺航空新城同埋我哋嘅湖心新城嘅話，去到橫琴都係講緊20幾分鐘嘅路程。咁除咗呢幾座橋梁之外呢，仲有一個交通就係廣州南過嚟嘅輕軌，咁已經嘅話係連通晒去到我哋嘅機場呢一邊噶啦。咁未來仲有一條線呢，就會接駁翻湖心新城嗰度嘅，就係我哋西部最大最核心嘅一個樞紐站，亦都係俾我哋珠海官方名為嘅話，珠海中心站、鶴洲樞紐站。咁有個地鐵同埋嘅話係全國嘅高鐵網絡呢，都係喺嗰度接駁嘅。咁佔地嘅話係10萬平方，咁建築嘅話係超60萬平方嘅。咁所以正在係加快緊建設，預計係2027年去投入通車使用。
咁喺珠海大橋落橋點附近呢，湖心新城呢一邊，仲有就係我哋廣州嘅18號線地鐵接駁緊過嚟。咁就係我哋嘅而家嘅話係喺嗰個萬頃沙站，下一站嘅話係會去到我哋嘅珠海北站，走情侶路一直延長到關口，跟住嘅話接駁翻港珠呢一個珠海大道過嚟，咁會通車成個珠海嘅。咁所以成個嘅交通樞紐呢，我哋係叫做四橫五縱呢一個講法。咁呢一啲橋梁嘅發展嘅話，可想而知，可以睇得到珠海政府對西拓嘅一個信心。咁第三點，同大家講一下呢一個基建配套同埋一個人口走向啦。咁平時落班嘅時間呢，大家係可以完全睇到珠海大橋、紅鶴大橋呢幾條橋嘅交通係非常之活躍嘅。咁車流量係往西區嘅係超級多嘅。相對嚟講比較成功嘅呢，就係我哋嘅 B 片區航空新城啦。咁入住率嘅話係基本上係去到8-9成嘅。咁點解呢？因為就好似我哋呢一啲年青人嘅話，都會往西部去選擇樓盤，而且上車又容易城市樣貌新加上呢係有比較活力嘅。咁小學、幼兒園、初中至到大學全部教育呢嗰邊都有。咁醫療話亦都係比較成熟嘅。航空新城喺2012年係正式掛牌為航空新城，以前係叫做金灣。咁從2012年嘅時候呢，發展到至今嘅話，已經係有14個年頭啦。係啦，咁相對嘅話係各方面呢都係比較成熟嘅。咁湖心新城嘅話，真正發展嘅時間呢，喺2016年開始，用咗10年嘅時間發展至今，亦都係比較成熟啦。咁香洲區嚟到呢一個湖心新城，大概呢就係20分鐘左右啦。咁香洲區嘅教育、醫療都係比較守舊嘅。咁樓價呢喺2萬到3萬幾一平方。咁而今灣航空新城呢一個新區而家亦都係比較飽和啦。咁曾經嘅樓價呢係去到2萬5到3萬幾嘅。咁目前呢一個新嘅幾個樓盤呢，金灣府興格、方能1萬6到2萬蚊一平方。而湖心新城嘅 A 片區呢，咁佢樓價整個片區都喺9000到1萬5之間就可以上車，咁所以價格係比較實惠，就係湖心新城呢一個板塊。咁成個珠海嘅發展對比呢，就好似深圳嘅福田同埋羅湖一樣嘅。咁曾經嘅羅湖呢已經係舊啦，咁今時今日嘅福田呢係不斷咁發展。係啦，咁橫琴就比作係我哋嘅一個前海咁樣嘅一個原理，咁所以政府對西拓嘅信心係非常之明確嘅。咁珠海總人口嘅話係251萬，咁香洲區係佔咗143萬嘅，咁斗門區係去咗63萬，金灣區嘅話係46萬，咁成個珠海斗門區同埋金灣區係佔咗差唔多一半嘅人口。咁香洲區外來人嘅話係相對係比較多嘅，咁而斗門、金灣基本上本地人會比較多啲，購買喺呢一度住嘅街坊朋友可以話係同聲同氣，基本上係講粵語為主。咁斗門其實係劃分係比較大嘅，分咗幾大區。咁一個呢就湖心新城，另一個呢板塊就係我哋嘅白蕉新城。咁再去呢就係乾務同埋井岸嘅舊城區呢兩個板塊。係啦，咁湖心新城而家相對比較成熟啦。咁例如有一啲嘅樓盤樓下呢就有商場學校同埋公園等等嘅。咁所以斗門片區目前已經係交咗樓嘅呢係有20-30個新盤嘅。咁目前呢一個片區在售嘅呢係得返7到8個盤左右。係啦，接落嚟未來嘅話係未見未開賣嘅呢，仲有一個大橫琴同埋我哋嘅梧州嘅一啲新地塊。咁所以未來呢一個湖心新城片區常住人口嘅話會係比較多嘅。咁講返而家呢個斗門區嘅湖心新城周邊嘅項目啦，
咁而家係在售呢有中澳嘅湖心印象啦、德昌盛景啦，同埋金茂月湖、龍湖天懶、琴湖學院、五洲家園等等。咁因為西區呢一邊嘅話，每個片區嘅定位佈局唔同。咁斗門湖心新城相對嚟講，商業同埋住宅嘅話係比較主要嘅。咁湖心新城呢一邊嘅話，起咗一個最大型嘅體育中心啦，係全珠海最大嘅體育中心。主館嘅話係已經係封頂㗎啦，副館呢仲喺度建緊。咁就喺我哋嘅紅心路與翠湖路嘅交匯處。仲有嘅就係嘅話，西部嘅醫療中心，亦都係珠海最大嘅醫療中心，位置都喺我哋嘅湖心新城平華大道南側呢一邊。旁邊嘅話就係白藤湖生態公園。咁首期嘅話，佢係規劃咗1000張嘅床位，咁仲設計咗直升機嘅停機坪。所以湖心新城係一個唔可以忽略嘅板塊。咁講一下我哋返香港嘅交通啦。咁喺我哋前面少少呢一個恆漁江山匯嗰個小區門口呢，係有一個交通直通巴士站點嘅，係啦，咁可以係返到我哋嘅香港荃灣同埋太子、旺角等等嘅站點。咁成個珠海係得2個地方有直通巴。咁第一個呢，就係我哋嘅金灣航空新城嘅蕪林酒店，第二個呢，就係呢一個恆漁江山匯嘅小區門口。係啦，咁珠海點解咁遲先有香港嘅直通巴士翻過去呢？咁少站呢？因為嘅話西區包括全珠海嘅公交巴士1蚊雞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而且呢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嘅話係24小時都有班次返香港嘅，係啦，可以返到太子荃灣旺角等等嘅站點。咁唔同話中山係只可以行呢一個直通巴，係會比較方便，因為中山唔多線路返港珠澳大橋口岸呢一邊。係啦，咁而家喺珠海居住嘅香港、澳門人士呢，係已經超咗我講20萬人㗎啦。咁未來嘅話，陸續嘅話都會越嚟越多呢一個直通巴站點返香港嘅。咁今期呢，我哋嘅話就講到呢一度啦。咁歡迎大家嘅話係評論區探討一下大家嘅想法啦。咁下一期呢，我再會同大家講一下珠海嘅3大行政區嘅概況。係啦，中意嘅街坊朋友呢，記得點個讚、訂閱、分享出去我哋下期再見。